瞓前聽完一本書，今日我哋聽《金松梅》。如果我喺街上隨便問一個人，你覺得《金松梅》係一本點樣嘅書？10個人入邊，大概有9個都會露出嗰種不可描述嘅微笑，然後話：哎呀，咪就係嗰種鹹濕書咯，講西門慶同潘金蓮嗰啲爛事嘅。但係我想請你先放低呢個偏見。如果我話呢本書其實係一部明代版嘅《紅樓夢》，甚至喺好多文學大家眼中，佢嘅地位比《紅樓夢》仲要高，你信唔信？魯迅話無出其右，張愛玲亦都係佢嘅鐵粉。點解？因為《紅樓夢》寫嘅係一班神仙落凡間歷劫，嗰係理想主義嘅漁歌；而《金瓶梅》寫嘅就係你、我、佢，係我哋呢啲冇機會下凡，只可以喺泥潭入邊打滾嘅凡夫俗子。你有冇試過呢種時刻，為咗一個升職機會，唔得唔去討好一個自己討厭嘅人？見到同齡人突然發達，心入邊嗰種複雜嘅酸楚同焦慮。喺夜闌人靜嘅時候，望住銀行戶口結餘，覺得只有錢先可以俾到自己安全感。如果有，咁你一定要讀《金樽梅》。呢本根本唔係一本鹹濕小說，佢係一本成年人嘅慾望說明書，亦都係一面冷酷嘅鏡。作者蘭陵笑笑生就好似一個攞住手術刀嘅老大夫，將人性入邊最隱秘嘅貪婪、妒忌、虛榮一層一層剖開俾你睇。首先，我哋要請男主角西門慶出場。喺好多人嘅印象入邊，西門慶就係一個單純嘅色鬼，每日個腦都諗住嗰啲事。但如果你只係睇到呢一點，咁你就太睇小佢啦。如果西門慶活喺今日，佢絕對係一個令你又羨慕又妒忌嘅成功人士。我哋嚟幫佢畫個像，佢大概26、27歲，生得一表人才，而且係一個標準嘅斜槓青年。佢係做咩嘅？佢開生藥鋪，亦即係大藥房，呢個係主業。佢仲放高利貸，呢個係金融業。後來佢仲用錢買咗個官，做咗提刑所嘅理刑千戶，相當於而家嘅地方檢察院院長兼公安局局長。你睇，商界官場，黑白兩道通吃。西門慶呢個人嘅核心特質其實唔係色，而係貪，或者講得好聽啲，叫做無限擴張嘅慾望。喺書嘅前幾回，你會發現西門慶非常忙，佢忙住結交權貴，忙住喺呢個縣城入邊撐起一張巨大嘅關係網。佢對金錢嘅態度非常現代，錢唔係攞嚟儲埋嘅，錢係攞嚟揾錢嘅，係攞嚟購買權力同快感嘅。我哋書入面有個細節特別有意思，西門慶最中意做嘅一件事就係企喺自己屋企門口。你諗下，舊時大戶人家啲老爺多數都坐喺深宅大院入邊，但係西門慶偏偏就中意企喺門口。點解？因為門口係街道，係人流，係資訊交換嘅中心。佢企喺嗰度，望住人來人往，望住呢個繁華嘅世界。佢嘅眼神入邊充滿咗雷學，嗰種眼神就好似而家好多喺寫字樓加班加到深夜，望住窗外燈火通明，發誓一定要喺呢個城市買樓紮根嘅後生仔女一樣。西門慶其實活得好春，佢冇安全感，佢拼命咁找錢、找權、找女人，係因為佢覺得只有將呢啲實實在在嘅嘢攢喺手入邊，佢先覺得自己係活緊。呢個唔就係現代人嘅存在主義焦慮咩？我哋不停碌手機，不停買嘢，不停尋求刺激，係咪都係用物質去填補內心嘅空洞？西門慶就係我哋內心嗰個想要更多嘅影子放大版。頭先我哋重新認識咗西門慶，佢唔係一個臉譜化嘅壞蛋，而係一個慾望膨脹嘅現代人形象。咁一個只有慾望嘅男人，需要點樣嘅女人先配得上佢呢？接落嚟，我哋要講下書入面最有爭議嘅女主角潘金蓮。但我唔想講佢嘅風流韻事，我想帶你睇下一個底層女人喺嗰個食人嘅社會入面係點樣一步步被逼成魔鬼。講到潘金蓮，大家第一時間諗到嘅詞就係淫蕩惡毒。但喺《金瓶梅》開頭，作者其實俾咗潘金蓮一個非常淒慘嘅出身。佢唔似《紅樓夢》入邊嘅林黛玉、薛寶釵出身名門，潘金蓮係裁縫嘅女，阿爸死得早，9歲就被賣到黃昭宣府上學藝。後來又被轉賣到張大戶屋企。請留意一個細節，佢係俾人賣來賣去嘅。喺嗰個社會，佢唔係一個人，佢係一件商品。佢生得靚，但呢份靚對佢嚟講，既係資本，亦都係災難。張大戶老咗，想收用佢，但係張大戶個老婆係個厲害角色，發現咗就要打死佢。張大戶冇辦法，為咗處理掉呢件商品，倒貼錢將佢嫁俾全縣最醜最冇用嘅男人武大郎。大家試下代入潘金蓮嘅角度。你後生靚女，聰明，你識彈琵琶，識唱曲，識文斷字，你心氣好高，你諗過好日子，結果呢？
命運將你好似垃圾咁丟俾咗一個3寸丁谷樹皮。每日朝早你一擘開眼，見到嘅係武大郎嗰張窩囊嘅面；你推開窗，見到嘅係樓下賣漿嘅、賣茶嘅嗰啲市井小民粗俗嘅生活。你心入邊會係咩感覺？絕望，徹底嘅絕望。心理學上有一個詞叫相對剝奪感。潘金蓮嘅痛苦唔單止係因為窮，而係因為我唔應該只配過呢種生活嗰份唔甘心。所以當嗰支叉桿滑落打中西門慶個頭嘅時候，好多人睇到嘅係奸情嘅開始，但我睇到嘅係一個溺水嘅人突然見到一條救命稻草。喺《水滸傳》入邊呢段描寫係道德審判，但喺《金瓶梅》入邊作者寫得好細膩。書入邊寫西門慶見到潘金蓮係被美色擊中，但潘金蓮見到西門慶呢，書入邊話佢心入邊諗嘅係好過雄壯嘅漢子。呢個唔單止係生理上嘅吸引，更加係資源嘅吸引。西門慶身上嗰件昂貴嘅衫，嗰個自信嘅笑容，嗰種掌控一切嘅氣場，代表咗潘金蓮發夢都想進入嘅上流世界。潘金蓮嘅惡係喺極度匱乏嘅環境入面生長出嚟嘅，佢冇退路，冇娘家撐腰，冇錢，佢想改變命運，手入面唯一嘅籌碼就係身體同心機。為咗找住呢條稻草，佢必須狠，如果唔狠，佢就要翻去嗰間賣炊餅嘅破屋入面爛死喺嗰度。所以潘金蓮嘅悲劇唔係淫欲嘅悲劇，係階層固化嘅悲劇，係一個底層奮鬥者走投無路時選擇咗最黑暗嗰條捷徑。講到呢度，你可能會諗，咁西門慶將潘金蓮娶翻屋企，呢兩個人係咪就過上幸福嘅冇羞冇臊生活？啱啱相反，潘金蓮入咗西門府，真正嘅噩夢先啱啱開始，因為佢發現呢個西門府入邊可唔止得佢一個女人，入邊有正妻吳月娘，有錢嘅李嬌兒。後來仲有更加有錢嘅孟玉樓。西門府就係一個微縮戰場，喺呢個戰場入邊冇硝煙，但每一餐飯、每一件衫、每一次座位排序都係刀光劍影。而潘金蓮作為入邊出身最低、最冇錢嘅小妾，佢靠咩生存落去？呢個就帶出我哋今日要講嘅第三個重點：關係嘅經濟學。金松梅之所以冷酷，係因為佢將人同人之間溫情脈脈嘅面紗全部撕開，露出下面嘅利益交換。西門慶娶老婆非常有講究，佢娶正妻吳月娘，因為吳月娘係千戶官嘅女，呢個叫政治聯姻，可以提升佢嘅社會地位。佢娶李嬌兒，李嬌兒係妓院嘅頭牌，手上有私己錢，而且識風月，呢個叫資源整合。後嚟佢娶孟玉樓，嗰係睇中人哋係富商嘅遺孀，帶住巨額嫁妝過嚟，呢個叫兼併收購。你睇西門慶嘅婚姻觀，本質上就係企業併購。喺呢班女人入邊，潘金蓮係最窮嘅。佢入門嘅時候幾乎一無所有，喺西門府呢種豪門大院入面，地位係同資產掛鈎嘅。吳月娘掌管財政大權，地位穩如泰山。孟玉樓有錢，講嘢就硬氣。潘金蓮呢，佢咩都冇，佢只有西門慶嘅寵愛。呢個就造成咗一個好可怕嘅局面。潘金蓮不斷爭寵，因為寵愛係佢唯一嘅生存資源。就好似喺一間公司入面，其他合夥人全部都係帶資入場，只有你係靠老闆賞識先入到局，咁你點算？你只可以拼命做嘢，甚至拼命打壓同事，去證明自己嘅價值，去維持老闆對你嘅關注。所以潘金蓮喺西門府入邊，各種作、各種鬧、各種心狠手辣，好似佢後來害死咗人哋個仔，逼走咗其他妾室。如果你唔理解佢嘅處境，你會覺得呢個女人簡直係癲嘅。但係如果你識咗背後呢套經濟學邏輯，你會發現呢個係佢嘅一種生存焦慮。一旦西門慶唔中意佢，佢喺嗰個屋企入邊連個丫鬟都不如。呢度有一個特別扎心嘅細節。有一次潘金蓮為咗爭寵，特登做咗一對非常精緻嘅紅鞋，喺鞋尖上面用金線繡咗花。佢着住呢對鞋喺西門慶面前放嚟放去。呢對鞋代表咩？代表咗佢全部心血同討好。而另一邊，西門慶另一個小妾李瓶兒，人哋過生日隨手打賞客人嘅銀兩，比潘金蓮一年嘅月錢仲要多。潘金蓮望住李循兒嗰種雲淡風輕嘅大方，心入邊嘅妒忌就好似蛇咁啃噬住佢。嗰種妒忌唔係因為李瓶兒生得比佢靚，而係因為李瓶兒有錢，所以可以活得咁從容。而潘金蓮就好似鬥雞咁，時時刻刻都要豎起羽毛，先保得住自己嘅一席之地。作者蘭陵笑笑生真係太狠。佢話俾你聽，所謂宮鬥宅鬥，鬥到最後，無非都係爭奪稀缺嘅生存資源。
當愛變成生存嘅籌碼，人就會變成鬼。聽到呢度，你有冇覺得背脊發涼？幾百年前嘅清河縣，其實離我哋一啲都唔遠。當我哋喺職場上為咗搶一個項目互相傾卡嘅時候，我哋係咪潘金蓮？當我哋為咗買更大嘅樓、換更好嘅車、透支身體同陪伴家人嘅時間時，我哋係咪西門慶？金瓶梅嘅第一層價值就係睇見我哋自己內心嗰個黑洞。人性嘅悲劇往往唔係因為壞，而係因為弱小，因為匱乏，所以先要拼命去搶，去傷害。真正嘅慈悲唔係企喺道德高地上指責，而係蹲低身睇清楚嗰個人喺泥潭入邊掙扎嘅模樣。呢個只係故事嘅開始。西門慶嘅生意越做越大，潘金蓮嘅手段越嚟越狠，但係喺成個爾虞我詐嘅屋企入面，竟然會出現一段真正撕心裂肺嘅愛情。呢個人就係李循儀。如果將西門府比咗一間上市公司，潘金蓮就係嗰個冇背景、冇資金，靠住拼命加班同討好老闆先運到高層位置嘅草根，而李瓶兒呢，佢就係帶住巨額資產帶資入場嘅神秘投資人。李循儀嘅出現徹底打破咗西門府原本微妙嘅生態平衡，亦都直接引發咗全書最驚心動魄，亦都最令人心碎嘅宅鬥大戲。我哋首先要睇懂李循儀呢個人。李循儀同潘金蓮簡直就係人性嘅兩極。潘金蓮好似一團火，艷麗潑辣，充滿攻擊性；李循儀就好似一池水，白皙溫柔，沉默寡言。好多人讀《金瓶梅》最中意嘅女性角色，往往係李循儀。點解？因為佢係呢本書入邊極少數帶有人性溫度嘅人。佢非常有錢，佢係花子虛嘅老婆，後來花家敗落，佢將屋企啲財寶箱好似搬磚咁，一箱一箱搬去西門慶屋企。西門慶後來可以將生意做得咁大，甚至用錢買官，原始資本好大一部分都係嚟自李循儀。呢度有一個非常有意思嘅情感經濟學現象：西門慶對潘金蓮更多係生理上嘅迷戀，同一種征服欲；但係對李循儀，西門慶竟然產生咗一種類似愛情嘅嘢。點解？因為稀缺。西門慶身邊全部都係圖佢錢嘅人，潘金蓮圖佢嘅生存資源，李嬌兒圖佢嘅供養，甚至正妻吳月娘都圖佢一份安穩。只有李循儀，佢唔圖西門慶嘅錢，佢甚至倒貼錢，佢圖嘅係西門慶呢個人，圖嘅係一份感情寄託。對於閱女無數、精明到極嘅西門慶嚟講，呢種純粹太稀缺、太自如啦。佢喺出面勾心鬥角暈咗，翻到李瓶兒房入面見到嘅係溫柔嘅笑臉，係唔需要設防嘅溫柔鄉。所以李瓶兒入門之後，好快就成為西門慶嘅專寵。呢一下潘金蓮徹底癲咗。大家換位思考下潘金蓮嘅處境，以前佢爭寵係錦上添花，而家李循儀嚟咗，嗰係又有錢又有愛，對潘金蓮嚟講係生存危機。喺職場上，如果你發現突然空降咗一個同事，業務能力比你強，性格又好，帶嚟嘅資源比你多，老闆仲特別信任佢，你會點算？潘金蓮嘅選擇係必須開戰，但係同李瓶兒呢種人民幣玩家點打？正面硬碰硬肯定唔得。潘金蓮非常聰明，佢敏銳咁湊到呢場戰爭嘅關鍵勝負手，就係孩子。頭先我哋分析咗戰局嘅雙方，一個係資源匱乏嘅惡女，一個係自帶資本嘅暖女。目前嘅局勢係李瓶兒完勝。但係命運嘅齒輪開始轉動啦，接落嚟我哋要講嘅係成部《金瓶梅》入邊最殘酷、最令人窒息嘅一段情節，一個新生命嘅誕生，點樣變成一張催命符？請做好心理準備，因為接落嚟嘅故事會令你睇到人性最黑暗嘅深淵。書去到中段發生咗一件大事，李瓶兒生咗個仔，改名叫官哥。呢個孩子嘅出世，直接將西門府嘅權力結構定格咗。西門慶開心得不得了，呢個係佢嘅老來得子。雖然佢先得30歲，但喺古代已經算中年，而且係心愛嘅女人生嘅。西門慶有幾寵呢個孩子？書入面寫呢個孩子一喊，西門慶正同客人傾生意，都即刻坐唔住，要跑入後院去氹。呢個時候，潘金蓮徹底被邊緣化，佢唔單止失寵，甚至喺呢個屋企入邊，差唔多變成透明人。妒忌係會令人產生化學反應嘅。潘金蓮開始咗一場精心策劃針對嬰兒嘅心理戰。留意，佢冇好似電視劇咁落毒、推人落水，嗰種手段太低級，容易留低把柄。潘金蓮用嘅係一種環境高壓。佢養咗一隻名叫雪獅子嘅白貓，佢每日訓練呢隻貓。點樣訓練？佢將生肉裹喺紅布入面，叫隻貓去撲咬。你可能已經諗到
啱啱出世嘅嬰兒包喺紅色襁褓入邊，喺嗰隻貓眼中似咩？呢個就係潘金蓮恐怖嘅地方，佢製造咗一個隨時可能引爆嘅地雷，而且佢每日喺李循儀槍根底下指桑罵槐，用力摔打嘢。你要知道，李瓶兒本身膽就細，啱啱生完孩子，身體虛弱，嗰個嬰兒更加嬌貴，稍微受少少驚都會病。潘金蓮就係要喺呢個院子入邊製造一種恐怖主義嘅氣氛。終於有一日，悲劇發生咗，官哥着住紅衫喺炕上玩，嗰隻雪獅子突然撲上去捉傷咗孩子，孩子受咗驚，開始抽風，日夜啼哭。喺呢個過程入邊，李瓶兒表現出極度軟弱。佢明明知道係潘金蓮搞鬼，但佢唔敢撕破面，佢只識喊，只識求神拜佛。善良如果冇底線、冇鋒芒，其實就好容易變成軟弱。而軟弱喺惡人面前，某程度上就等於默許對方繼續得寸進尺。最後，官哥呢個承載住西門慶無限期望嘅繼承人，因為長期受驚同病痛折磨，最終都冇捱過去。孩子嘅離開幾乎抽走咗李瓶兒半條命。冇幾耐，李瓶兒嘅身體亦都急轉直下，最後香消玉殞。呢段描寫好長，亦好壓抑。你會睇住一個本來美好嘅生命被一點一點消耗，最後好似蠟燭一樣慢慢熄滅。而造成呢一切嘅潘金蓮呢，佢喺旁邊冷眼旁觀，甚至喺孩子離開嗰一刻，心入邊仲有一絲報復之後嘅痛快。讀到呢度，你可能會覺得潘金蓮贏咗。佢令最大嘅競爭對手退場，而令西門家最重要嘅繼承希望消失。照道理講，佢應該可以重新翻到高位啦。但呢個正正就係金瓶梅高明嘅地方。喺呢場人性同慾望嘅局入面，根本冇真正嘅贏家。李循儀死咗，西門慶會有咩反應？大家印象入邊嘅西門慶係個冇心冇肺嘅淫棍，死咗老婆再娶一個唔就得咯？但係作者喺呢度筆鋒一轉，寫出咗西門慶一生入邊唯一一次心情，而呢一次心情亦都直接導致西門慶自己嘅毀滅。李瓶兒死嘅時候，西門慶喊到死去活來。書入面寫佢抱住李瓶兒冰冷嘅身體，喊咗一句令所有讀者都動容嘅說話：我啲沒救嘅姐姐，你去咗，我啲活唔長啦。呢個唔係虛情假意，西門慶係真係崩潰咗。佢甚至唔理民族禁忌，要將李瓶兒嘅畫像掛喺書房，日夜對住睇。佢亦都唔去其他女人房入邊，成日魂不守舍。點解？係因為李瓶兒最靚咩？唔係，係因為西門慶喺呢個冷酷嘅世界上，失去咗唯一一個精神上可以令佢感到安全嘅人。李循儀嘅死帶走咗西門慶嘅魂。由呢一刻開始，西門慶變咗，佢變得更加瘋狂，更加縱慾。呢種縱慾唔再係以前嗰種單純嘅尋歡作樂，而似係一種自我毀滅。佢想用肉體上極致嘅刺激去麻痹精神上巨大嘅痛苦。心理學上講，當一個人冇辦法處理巨大嘅喪失感時，往往會滑向成癮行為。西門慶開始瘋狂食藥，瘋狂追逐女人。呢種狀態唔再係享受，而係發洩。佢就好似一架失控嘅跑車，油門踩到底，直衝向懸崖。而潘金蓮呢？佢雖然鬥死咗李瓶兒，但佢發現自己永遠失去咗西門慶嘅心。西門慶而家去佢房入邊，只係發洩慾望，甚至帶住一種隱隱約約嘅恨意。潘金蓮贏咗戰役，輸咗戰爭，佢變得更加暴躁，更加變態。喺呢個過程入邊，仲有一個人物唔可以唔提，就係龐春梅。佢係潘金蓮嘅丫鬟，但係佢心氣極高。喺潘金蓮同李循儀鬥法嘅過程入邊，春梅係潘金蓮最得力嘅幫手。佢睇住呢一切，學識咗比潘金蓮更加冷酷嘅生存法則。如果話潘金蓮係惡，春梅就係狂。佢睇透咗呢個屋企入邊嘅虛偽，佢邊個都唔放喺眼內。呢個丫鬟將會逆襲，成為比潘金蓮更加狠嘅角色。好，呢部分內容非常沉重。我哋目睹咗西門府最慘烈嘅一場內戰。李循儀帶住對愛嘅渴望而來，卻死於人性嘅惡意。潘金蓮帶住對生存嘅渴望而戰，卻將自己變成咗魔鬼。西門慶喺擁有真愛嘅一瞬間，又失去咗佢，從此滑向毀滅。佢話俾我聽，喺一個缺乏規則、缺乏公平、只有利益算計嘅環境入邊，所有勝利都只係暫時，所有關係都有毒。我哋成日講性格決定命運，李瓶兒嘅悲劇話俾我哋聽，喺狼群入邊做一隻綿羊係有罪嘅。你嘅善良必須帶少少鋒芒，否則你嘅退讓只會成為惡人得寸進尺嘅台階。而西門慶嘅悲劇就話俾我哋聽，縱慾往往係為咗掩蓋內心嘅空虛。
當一個人開始瘋狂追求感官刺激時，往往就係佢內心最痛苦、最孤獨嘅時候。故事講到呢度，西門慶嘅生命已經進入倒數。嗰個曾經不可一世嘅清河縣首富，嗰個黑白兩道通吃嘅西門大官人，好快就要迎嚟佢最終嘅審判。佢嘅死會非常難睇，非常荒誕。而隨住佢嘅死，呢個龐大嘅西門帝國將會喺一夜之間轟然倒塌。嗰啲依附佢嘅人、巴結佢嘅人、恨佢嘅人，會露出點樣嘅嘴臉？潘金蓮嘅下場又會點？呢個就係《金瓶梅》嘅最終章。喺前兩章，我哋見證咗慾望嘅燃燒，目睹咗權力嘅絞殺。西門慶嘅帝國似乎堅不可摧，潘金蓮嘅手段似乎冇人能敵。但老話講得好，眼睇佢起豬流，眼睇佢宴賓客，眼睇佢流塔糧。呢第三部分係成本書最冷酷，亦都最慈悲嘅地方。我哋要講嘅係清算。呢個唔單止係西門慶嘅結局，亦都係所有被慾望裹挾嘅人必然要面對嘅終局。此時此刻，等我哋將鏡頭拉返去西門府。而家係嗰年嘅正月15元宵佳節，成個清河縣張燈結綵，煙花滿天。西門慶啱啱升咗官，生意上亦都日進鬥金。屋企雖然死咗李瓶兒，但又新添咗美艷嘅女人。呢個似乎係佢人生最高光嘅時刻。但如果你仔細睇，你會發現呢個盛世之下，其實已經全部都係裂痕。西門慶而家嘅狀態，用現代醫學嘅講法就係極度透支。佢眼圈發黑，身體發虛，但係佢停唔落嚟。佢好似一隻被上咗發條嘅公仔，必須不斷尋找更強烈嘅刺激。佢開始依賴一種神秘嘅胡諍藥，呢隻藥可以令佢重振雄風，維持嗰種無所不能嘅幻覺。唔知你身邊有冇呢種人？明明已經日到極限，仲要飲紅牛、灌咖啡、捱夜去搏一個項目，或者喺酒精入邊尋找放鬆。我哋總以為身體係一部機器，只要加少少油就可以一直跑。但西門慶好快就會用佢嘅生命話俾我哋聽，凡係透支嘅命運，遲早都會連本帶利咁討翻。西門慶係點死嘅？書入邊寫得好直白，亦都好荒誕。就喺嗰個繁華嘅元宵節之後冇幾耐，佢喺潘金蓮房入邊，因為過度使用嗰種胡諍藥，精盡人亡。死嗰陣佢先得33歲。呢一段描寫歷來被好多人當成鹹濕笑話嚟睇，但喺我睇嚟，呢個簡直係最深刻嘅警示。西門慶死於咩？死於過度索取。嗰粒藥就係慾望嘅實體化。佢以為呢粒藥可以帶俾佢快樂，結果呢粒藥榨乾咗佢最後一點生命力。大家諗一諗，呢個似唔似我哋現代人嘅多巴胺陷阱？我哋碌短片一碌就2個鐘，停唔到。我哋瘋狂購物，拆快遞嗰一下好爽，然後就係無盡嘅空虛。我哋追求名利，以為去到嗰個位置就會幸福，結果發現上面係更加稀薄嘅空氣。西門慶臨死前係非常痛苦嘅，佢頭暈眼花，下體潰爛。嗰個曾經令佢引以為傲嘅身體，嗰個令佢征服世界嘅工具，此刻變成咗折磨佢嘅刑具。更加諷刺嘅係佢嘅遺囑。佢臨終前將女婿叫到床前交代後事，你估佢交代咗啲咩啊？佢話緞子鋪入邊仲有幾多銀，生藥鋪入邊仲有幾多欠條，屋企仲有幾多存貨。直到斷氣嘅最後一刻，佢個腦入邊裝住嘅依然全部都係賬簿。佢冇交代點樣照顧孩子，冇交代點樣維繫親情。佢呢一世活成咗一部巨大嘅計數機。佢以為自己擁有咗一切，其實佢乜都帶唔走，連一句真心嘅牽掛都冇留下。西門慶一死，就好似棵大樹被斬斷咗根。接落嚟發生嘅事，先係真正嘅人性恐怖片。頭先我哋送走咗男主角西門慶，佢死喺自己編織嘅慾望大網入邊。如果你覺得西門慶嘅死好淒涼，咁接落嚟你會發現，比死更加冷嘅係活人嘅人心，樹倒猢猻。西門慶屍骨未寒，西門府呢個龐大嘅利益集團即刻開始分崩離析。西門慶死後，西門府上演咗一出精彩絕倫嘅跑路眾生相。第一類人，背叛者。西門慶在生嘅時候，嗰班拜把兄弟咩應伯爵、謝希大，日日圍住佢轉，大哥長，大哥短。西門慶一死，呢班人連一炷香都冇嚟燒，不單止唔燒香，應伯爵仲即刻投靠咗西門慶生前嘅死對頭，仲將西門慶屋企嘅商業機密、揾錢路數全部賣俾對方，甚至仲幫住外人嚟坑西門慶嘅老婆。呢個就係酒肉朋友嘅真面目。當利益鏈條斷裂，友情亦都即刻歸零。
第二類人，偷竊者。屋企嘅僕人奶媽見到主人死咗，主母吳月娘忙住辦喪事，佢哋就開始瘋狂偷嘢。今日少個花樽，聽日少件衫，就連女婿都趁亂同潘金蓮搭成一伙，仲喺度轉移家產，成個西門府變成一間冇人看管嘅超級市場，人人都想喺關門之前最後撈一筆。第三類人，清醒者。呢個時候，嗰啲平日唔顯山唔露水嘅小妾，好似孟玉樓，就展現出驚人嘅智慧。佢睇穿咗呢個屋企冇希望，於是果斷改嫁。佢帶住自己嘅私己錢，嫁俾一個老實嘅官員，平穩着陸。呢個話俾我哋聽，喺沉船之前，保持清醒頭腦同獨立經濟能力係唯一嘅救生圈。咁我哋嘅女主角潘金蓮呢？佢走唔走到？佢走唔到，因為佢身上孭住人命官司，冇大郎，而且佢太貪，冇積蓄，冇退路。呢個就帶出全書最震撼嘅結局：武松歸來。喺《水滸傳》入邊，武松殺嫂係英雄壯舉，但喺《金鐘梅》入邊呢一段寫得充滿宿命感。西門慶死後，潘金蓮被吳月娘趕出家門，哪怕佢呢個時候已經懷孕，懷嘅係女婿嘅孩子，亂倫嘅孽種。吳月娘只係俾咗佢幾件爛衫，揾咗個王婆將佢領出去賣咗。留意，又係賣。潘金蓮嘅人生由被賣開始，又以被賣結束。呢個時候，武松翻嚟啦。潘金蓮唔知道武松係要殺佢，王婆佢話武松係嚟娶佢嘅。呢個時候嘅潘金蓮表現出一種令人心酸嘅天真，佢竟然信咗。書入面寫佢聽講武松要娶佢，竟然好開心，仲精心打扮咗一番。佢心入面諗嘅係，到底都係小叔子親上加親，而且佢又係個打虎英雄，唔比西門慶差。你睇，賭死潘金蓮嘅諗法，依然係揾個強人做靠山。佢一世都冇學識靠自己。當佢滿懷希望咁行入武松房間，等住佢嘅唔係分床，而係刀光。武松殺佢嘅過程非常血腥，簡直係屠宰。但呢種慘烈背後係一種因果嘅閉環。佢當年用毒藥毒死咗武大郎，而家佢被武鬆開咗胸膛。潘金蓮死咗，死喺佢一生追求嘅情慾同依靠嘅幻夢入邊。佢就好似一朵開得太艷嘅蟋蟀花，最後被連根拔起，掉入泥潭。西門慶死咗，潘金蓮死咗，李瓶兒早就死咗，三大主角全滅，故事就結束咗咩？冇啦。作者蘭陵笑笑生覺得仲未夠，佢仲要安排一個人帶我哋去睇下呢一切結束之後嘅空無。呢個人就係曾經嘅小丫鬟，後來逆襲成貴婦，性格最似潘金蓮嘅龐春梅。龐春梅係金樽梅後半部嘅主角，佢命好，被賣入周守備府之後，竟然生咗個仔，仲被扶正，成為高貴嘅月命夫人。佢喺呢個階段似乎幫潘金蓮實現咗嗰個飛上枝頭變鳳凰嘅夢。佢返到早已破敗嘅西門府舊址，望住滿目瘡痍，感慨萬千。但春梅亦都逃唔過嗰個詛咒。淫，呢度嘅淫唔單止係性，更加係唔知節制。春梅得志之後，比當年嘅潘金蓮更加狂妄縱慾，最後佢亦都死喺縱慾之上，死喺情人身上。呢個簡直係一個恐怖循環，一代人死去，新一代人爬上嚟，重複同樣嘅貪婪，同樣嘅爭鬥，最後走向同樣嘅毀滅。喺書嘅最後，金兵南下，中原大亂。西門慶唯一嘅骨血，佢同吳月娘生嘅仔孝哥，最後被一位老和尚普淨法師帶走。老和尚指住茫茫人海，講咗一句大意係：呢個滾滾紅塵不過係一場大夢。孝哥出家，法號明悟。自此，西門府徹底斷子絕孫，香火全無。全書一開頭係熱嘅，熱氣騰騰嘅包子鋪，熱火朝天嘅生意，火熱嘅身體。全書結尾係冷嘅，冷風冷雨，冷透咗嘅人心，同一片白茫茫嘅大地。呢個就叫金薔梅。金錢，西門慶散咗，潘金蓮金沉咗，薔李松兒碎咗，梅龐春梅枯咗。讀完《金瓶梅》，你最大嘅感受係咩？係消極咩？係覺得人生冇意義咩？我覺得唔係。魯迅先生話佢寫盡人情世故，而我想講佢係一本清醒之書。佢之所以將人性寫得咁黑暗，將結局寫得咁虛無，唔係為咗令你絕望，而係為咗令你止損。喺現代社會，我哋每一個人其實都生活喺清河縣，我哋被算法鼓勵去消費，好似西門慶咁想要更多；我哋喺職場被鼓勵去狼性競爭，好似潘金蓮咁焦慮。我哋以為擁有咗物質就等於擁有安全感。
但金松梅跨越400年，冷冷咁提醒我哋，慾望本身唔係惡，被慾望吞噬先係惡。食飯係為咗活着，但活着唔係為咗食飯。真正嘅幸福可能唔在於你似西門慶咁擁有幾多，而在於你可唔可以似嗰個睇透一切嘅旁觀者咁，擁有隨時叫停嘅能力。人生最大嘅悲劇唔係求而不得，而係喺追求嘅過程入邊整丟咗自己，最後發現終點空無一物。繁華只係背景，心安先係歸處。多謝你陪我讀完呢本奇書，願你喺紅塵入邊清醒而溫暖。我哋下一本書見。